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代替泰鲁过河发生火车排练的意外，也有真侪疑点需要检察官进一步来调查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疑。一般若是读册较紧，读无标准，就会敢若读疑。这个歌的音刷无去。这个读做疑，这个疑就是唔相信。俗语讲疑人唔正贼，意思就是袂当敢若怀疑，就认为讲人是歹人做歹代志，一定要有证据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无疑，就是无去想到、想袂到、料想袂到。咱定定新闻嘛讲到无疑误。第二个词读做犹疑，就是怀疑、可疑、猜疑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疑人唔正贼。无疑，伊会乌白甲人犹疑，乌白甲人冤枉。咱做代志一定要有证据。今日小解这一日疑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